学生今仔日就开始来歇落啊，即马真侪人呢是会选择去做山工、工读生等等，就是为着要加减趁寡所费。劳动部是提示讲，做山工嘛适用劳基法的这个保障。时间单位上面，我们要提醒雇主的是，出勤记录必须记载到分钟。如果员工上下班不用打卡，也不用其他的方式完整记载劳工的出退勤时间，这时候雇主会被认为是违反制备出勤记录的义务，会面临到新台币9到45万的罚款，而且还会公布公司跟姓名、负责人的姓名。所以我们要提醒雇主，出勤记录这个部分必须要记载到分钟。那在劳动部是强调讲，其实学生囡仔呢利用暑假去做山工趁所费，其实是甲一般的劳工同款，拢是适用劳基法，拢有同款的劳动权益的保障，无应该因为工时的长短就有争差。另外，在劳动部也来公布，去年劳动部针对这工读生，也有部分工时的劳动行业进行一寡检查的报告，检查1800间这事业单位，结果发现讲这当中是有400多间是违反着劳基法，违反率是有24.89%。这违反的项目是以这薪水无照付上介济。那从以行业来讲呢，就是卖食的，也是讲这餐饮业违法的情形是上介严重的。